用台语学汉语第32集。必顺必须顺掺水，是安尼解说吗？若是安尼，你着太小看教育部咯。因是讲裂缝是必顺啦，你认为对吗？裂缝的必顺当然毋是安尼写。汉语博士跳出来教人，顺写即字才对啦。正经的啦，伊真的安尼讲，骗你我腹肚疼，毋信你看。汉语博士教人讲一顺就是一条线，安尼真歹理解吗？这吼爱用闽南语解说的汉语啦。用台语解说顺就变一条线吗？为何呢？反正就是爱用闽南语解说啦。安尼你听了有了解啊吗？这个人爱去病院，应该嘛写喜爱的爱。第9集咱有介绍过，爱写必须的即字爱。顺就是一条线吗？真的，汉语博士即马嘛开始用说文解字咧解说。顺就是死呀，将死吞声，所以确定顺就是一条线。迄落用赖皮就算过关吗？是小孩子在吵架吗？是啦，阮外公是汉学老师呢，加上我读过一牛车的书呢，我实在无法度理解伊6分钟的内容咧怎啥小朋友啦。这是我认为伊安尼解说真正的原因啦。这是录互有智慧的人看的哦，有智慧的人请去看汉语博士的节目啦，免得伊阁派假账号来遮宣传，我直接帮伊公开。笑话讲完，来讲正经的，顺本字是死，为何毋是正顺顺喙呢？段玉裁讲法，假顺为顺意，顺者不交酒也。汉书的班固佫讲，不辩挖顺，不杂挖喙。顺本来是来代班的，结果大家习惯啊，就无用啊。咱顺势渐进，豆豆仔来讲，顺有2字，先讲第1字，即字顺讲运讲是芳也，读音顺无问题，共声符嘛。啥物是顺？必顺就出现芳啦，安尼大家是毋是拢了解啊？即字必，杨子方言讲气破离袂离，搁感受一遍，气破离袂离。杨雄真正是才子啦，有法度写出安尼的解说文，咱大家顺势渐进，一字一字学，有一日嘛来写出即种充满文化内涵的文笔。韵切音即字笔拢是读上声，咱还是照台语大音典读入声。你若是做台语老师，也是做教育部补助的节目，就是写必顺。顺续来讲即句，为何打破砂锅问到底？即字一韵的音切读问，现代中文无这个声母，所以问音读起来就变稳。问嘛是气破离袂离，无共所在的人无共款的讲法。问就是笔，自头笔到底，就笔做2边，就是破去啊。所以破去的砂锅就是笔到底，就是问到底，同音梗啦。顺第2字，即字一韵的音切读顺，顺是读音，读音大家看有吼，袂去误会吼。军师治后即句，副使风扇
祖孙之事。祖将司本义和风线有关系，卜卦为祖，属神者为孙。看板的讲祖，细蛇的讲孙。这个孙才是神，才是一条线。妇女甲衫天天坐，天较大板的、较看板的就讲祖，较细蛇的就讲孙。这个天字形有亲像尖天来天去无？另外目睭丁孙，安尼写。属神者曰孙，孙台语另外一个讲法蛇，这个蛇一文讲是以幽风也，意思无错吧？有用学富有主硬拗无？一蛇菜果，一蛇田花，长条形的，咱嘛用这个蛇。古册字书拢是算子一个，一文对蛇的解说文，全部就这几字。但是呢，认真看这简单的几字，咱会使省2蛇工。看简单的这项字，有机会找出2字。这就是我标题所讲的如何看捌字书方法之一。来认真看，楚外册读带。带头安怎写？有线索啊？后一页来解说。先来看这2字：阴、蛇、查字典，看足字边的这字什么意思？这字蛇，讲运就简单讲行蛇，玉片是讲行毛，行就是蛇，蛇就是行啦。一蛇工就是这字啊。恁若行一蛇工学教育部的用字，会死人无？教育部一蛇工，安尼写啦。带头写这个带好无？带某会使写这个带头安尼写，我感觉真好啊！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由女人来带头，若无习惯来找别字。厝这字台语会使读带，咱已经习惯啊。带搁加一个头，毋就是带头的带吗？顶头的这字是毛字边哦，毛是毛的本字，毛的一个形加2横代表装饰。这字免嘛是将毛免声，嘛是无仔的一种，算是高级无仔啦。有人讲最好是安尼啦，做其实会使读带，若无习惯来加手字边，代表动作性。带头写这字是我乱纂的吗？来看例句：司马迁传，带民法之要，带宗楚也。后汉书这句，拥一郡之卒，带冀州之将，威能豪硕，名震天下。汉字有时一字不止一个音，一个意思。我若无讲到的，并毋是代表无迄个意思，这大家可以理解吧？这个带，阁有另外一个读音带入声字，有时咱感觉真无习惯的用字，若用台语来读，可能愈接近原来本意。这个做是到宋朝讲运的时，才讲是吉也，咱熟悉的意思。说文解字是讲范蠡处也，真生分的讲法。若是照字的本意，蔡喙秋，读音蔡，是毋是更加接近本来意思？啊无范蠡处也，什么意思？有人最近嘛学咱讲这字长，结果迄落你家己比较，油油的鞋仔用水长者会清气吗？你家己想。
家己册解说文点出来，就算了解啊嘛。这两句同一面向不同次元，同一次元不同面向，总讲一句啦。这两字解说完全无同，大家拢知意思是绳子一个，若是跳过人过，是剩几字通看啦。重点即字毛，即字是毛的本意，亲像人的形。摇动貌就是摇动的样子啦。所以公文讲的是形容词，说文解字讲的是动词，真合理的发明，可以理解吧？这两字中文读抵挡，台语安怎读？恁老师读得出来吗？情境题，想象一下，芳面汤水的时，水会安怎？摇动啊，摇动，台语安怎讲？就是这两字啊。你读看卖咧，荡秋千的荡啊，来安怎读？搁提醒一下，台语是鼻音的专家，读改鼻音安怎读？我知影你已经读出来啊。抵挡，台语就读做叮当。叮当形容词，上后叮当的就是面汤水，袂叮袂当，不摇不动啊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即字做回家作业。有人讲泡是水的皮，若是安尼，会胡说八道的水就是糊咯。安尼的讲法有啥物大错误呢？答题技巧提示：形声义、会意义安怎使用？即一位唇开始笑起，原来笔唇裂缝安尼写，即字文嘛是笔的意思，亲像一条线的唇，天生的天，长条形的用即字蛇，一蛇公的蛇，带头的带，蔡喙手嘛写即字共字，面汤水会叮当安尼写。泡将水，皮声毋是水的皮。